欢迎所有好朋友来收看上精彩的《为山为水为林乐》。感谢，我是节目主持人蹦恰恰。谢谢。今天我呐看病拢小怪惊着呢，小怪错呢。雄看到双胞胎，迄小蛋在处理吼。好啦，台语无好相信啊啦。双胞胎嘛是有人讲啊。小蛋，我先甲咱的老师介绍出来吼。来，咱台语文专家陈安珠老师。为山为水为林龙，霹雳相交人欣赏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我们的老师讲的一个重点，霹雳相交。哇！两个加起来并并叫，8点钟的历史当中创下相关15%的收视率。哇！15，迄个8点钟应该要惊死人。Face off， 你袂使读到变面啦。他都变面对不对？老师应该他都变面换，吼，不是变面就好啊。个面换过迄个面，当然，甲这个想法呢，用于8点钟内底惊死人。但是两个个性要变做相换，吼，面相换，个性相换。你会看两个人演戏，你真正会惊死。哇！真的。哦，照节目的惯例，一定要用台语专程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丁国玲，今日真欢喜会当来参加为山为水为林咯。刚问你小等下，你叫做丁国玲，国玲呀，老师，国玲咁对？国林爱合屯，林嘛，林国林，丁国林，你等老师莫甲我改姓，好不？歹势，两笔较好写，嘿，林是八画无好写，好。丁国林，林嘛，老师较济个袂堪去站吼，拜托你。我无啦，性别卖牙去。我是用眼神甲强下一个眼神甲强下一个。所以咱咧讲搬戏眼神上介重要，麻烦你用眼神强下一个观众朋友一定要看节目。大家好，我是丁国林，林为山为水为林龙。是一个真好的节目，希望大家当准时收看。啊，你若无看，上好是收看啦。哎呦！国林小姐，互大家感觉就是人水体格好，熬搬戏，熬小妹，熬交男朋友。我别讲，别讲。啊，那今仔时是卡穿梅还是卡好穿梅？无啦，这是一路流行安尼穿啦，即马流行安尼哎呦，有车搞掉，哇，韧带受伤。啊，你是无咧看单好教会咧？无，是因为伊迄个停车场遐吼，伊迄路足细嘛，一个就去要入来停车位占车位嘛。啊，毋过伊讲动的人无法度出去啊，啊，我就好心，你来个站，无我就好心，我就讲，小姐，妈你小，我就退后，还袂讲，伊就甲我搞落啊。哇！你落车就对啦，嘿，你落车甲要结果系啊，迄个小姐，一定是有看你演戏啦，系啊。伊的表情是，我讲，小姐，你的车链来搞着我的骹，紧嘞！较头前一点啊，会个无？你搞着我的骹。叫伊拍唔着，捌几个月搞一摆。啊，平常时咱对感情话，今仔来有小可错一下呢。唔是啊，因为平常时啊，你拢袂用台语甲我讲话啊。你看到我自然就用国语甲我讲话啊。因为你知我是外省囡啊，阮两个拢是外省囡啊。你倒位？啊？你倒位？四川啊。四川哦。系呐。你四川台语是倒位？阮两个拢咧台湾学的啊。我看替赛叫玲珑学的，我拢要个会晓背呢。
来，你安尼先，你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哎，大家好，这台吼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凤书张凤书。我拢是看碰过的体彩玉玲珑学台语的。我即摆还佫会晓讲，佫学英语嘛是看你的节目。这假真的。的。来，你试过吗？ A 是啥物 A 啊 ？A 啊仔啊 A 啊！B 是啥物 B 啊？B 扣的 B 啊！C 是啥物 C 啊？C 老高的 C 啊！D 是啥物 D 啊？大问 D 的 D 啊！我拢会晓。这真正是阮的超级影迷粉呢。丝啊！有。分析。分析 fans FANS 哦。伊是当粉啊，因为迄当中拢大约讲就是当粉。讲了无好啦。啊，毋过比有几个较好啦。就是算是袂啥会晓讲啊，但是迄个七八岁囡仔迄个水准啊尔。啊，所以拢爱看电视哪学。但是你这好打的，你咱3日8点钟就该演了，几点？伊就找阮啦，我讲袂晓讲，伊毋管咱3日就出去啊。阮两个人啦，变面啦，吼。对。其实上较成功的一点，就是阮两个差不多悬，我166，伊167。啊，我嘛外啊，阮两个拢外省囡仔，啊，讲话拢臭龄呆，所以就足像诶。哦，迄是一个真成功的企业。嘿啊，因为到本尾来嘛毋是企业，是伊有破病啦破病要开刀，伊无伫个即个角色遐红要上演。对，迄阵。伊当初我搁拄啊好讲，本来要接另外一出，结果编剧就讲，无咱参详一下吼，你会当代班伊的角色3个月无？叫我去演伊迄个角色，伊想到一个方法，就是伊当阵流行的迄个流行的 face off， 嘿，阵安尼只是一个安怎讲啊？为伫个基言呐，意外，那个误打误撞。对啊，伊即个结合吼，人讲是天时地利人和。是。对哦，因为阮两个外表看起来差不多，啊，讲我共阮臭龄呆。啊，伊演我的个性，我演伊的个性就成啊。啊，因为迄当初我落水嘛，落落水内底就消失起来嘛，伊会当先卖演呐。啊，我是演伊迄个角色，啊，死到伊才个，搁去用救起来，啊，搁出来安尼。就在人府的对吧？对啊，在人府的。好，今摆来开始咧考大家咱台语的程度。台语有分什么清音、落音，应该听无啦吼。分袂清呢，我家己袂晓分呢。好，来老师，什么叫做落音？麻烦你甲解说一下。哦，咱头着用碰过 A 是啥物 A 迄种方法吼。咱加减以后拢学过波波摸佛嘛，对不对？伊像这波波摸是为喙唇发出来的声，波直接就出来啊。安尼啊，气送较足的波，所以波甲波差伫有送气无送气。哦，波是啥物波啊？玻璃门的波啊。啊，坡是啥物坡啊？沙文坡的坡啊！啊来，咱就讲着重点，波波么无，啊无咱落音啊，讲落音时，这脑才会叮当的落音，哎，无是啥物无啊？阮阿母的无啊，你看无，你讲无，你看讲无的时才会叮当，哎，就是落音，哎，所以简单来讲吼，你看来会当用波波无安尼来对照。啊，这是声母，啊韵母你当用 R E U 的 O 安尼去斗。哦。斗一寡落音的字，啊斗这几句哦。好，即摆所有电视机头前边拢咧蒙眼啊，或者听有无？有啊，听有。今仔日要考就是即个落音，就是迄个无，就是你讲的即句话内底要有无，而且落音内底哦，准备好啊吼。来，我说浊音的字。我表演上爱唱蒙阿波也敢去，蒙阿波，蒙嘿，蒙阿波也敢去。来，安尼对。我讲有买落音。我边仔坐两个美女，真正冒死啊！冒死！你进步咯！我唔知你要讲。小杠假科吧。我讲有买落音嘛。买3站肉互老爸食。买3站肉。买嘛是落音，肉嘛是落音。 3站肉。安对这感觉安尼知影嘛？来，我讲有买落音嘛。啊，结果煮了无好食，阿爸去膜拜，啊，甲我拍甲摆骹，
这长哦，所以这卡是你哪把拍的？哎，我有接伊啊，佮接我的卡。对，一个起毛摆起嘛。毛摆，无爱摆摆，嘿，无爱摆。好犀利咧！后来，我讲有买落音嘛，嘿嘿山顶大王母爱举雨伞，山顶搭蒙蒙王母蒙拢拢是落音。我讲有买落音嘛，我讲这两项物件夹甲麻，夹把，嘛，这主要三音拢是。我感觉大家拢进步啊！顶一届录音大家哩答答啊！哎，我讲有买录音嘛，我讲无爱，我无爱。对无？会使咧。无嘿，安尼啊拗落。来，我讲有买录音嘛，做人就爱目色好，目色好，你即晚累啊，大家伊讲目哦，对啊，目孔车目色好，目色巧，这 BP 一直目过去哦。哪个目啊？好来，哪个目过去啊？来，我说有买的录音嘛，啊，人讲我目白生了好，该讲冇个目甲你的，目白目白啊，佮无心那个眉毛跟伊是讲白啦，白哦白毛是啊，是啊，白有迄个录音嘛，无爱白。来，我讲有买的录音，你讲梦会听呢？木我给落去，会啦。哎，演出来啊！你讲梦会听呢？木落去木，水哦。嘿，我讲有买的录音嘛，我看到你，我就笑眯眯。笑眯咪，搁一个好无？搁一个。个要一个，搁一个，你即摆是安要起价哦？我咧连线，咧连线嘿，通好个。哎通。我讲有买的录音嘛，都有啊。我讲我希望做一个木工，木工是啥物件？木工啊，目光啦，木工啊，目光目枪啦，甲你讲唔通讲木，甲你个木落去。希望的梦嘛是嘛对无？你讲我希望，希望，嘿，梦嘛是，你有两个理由。无啊感谢你甲我救，感谢你甲我我是救。班长啊。望尊顺，希望来，希望哦。哈，唔好个木啊啦。啊我讲有买的录音嘛，叫做垃圾，你手唔通落去目，哦，手唔通去木。嘿，目，对吧？吼，迄个木甲伊木就无共啊。对吧？这木就是蒙着，这木这是一个名词，不过你安尼小可偏心的，安那呢？拢是木啊。无讲我一手啊，你是目手。无共款，伊无共款，咱木掉，无共款哦。是哦，这是木。一个动词，一个名词啦。对，我讲有买的录音嘛，阮家兄弟姊妹真侪个，啊，毋过我是慢仔囝，哎，慢仔囝，哎囝，呦，慢仔囝，慢，慢仔你会写无？哈，袂啊，写者，我要注音的，一个买，一个注字，就是慢。一字买溜的买，诶，到底注买仔囝，哦，买你的买嘛，哎，啊，到底注字，哦哎呦，哦，煮哦，嘿，这就是买仔囝。这你要买囝嘛你？若甲我讲子孙的囝，我就知影是这读字啊。书啦，那读囝。我人讲了买囝，这意思吗？哎，慢仔囝不一定是了尾仔囝，哦，无讲哦，诶，阮兜了尾仔囝是咧甲家伙咧摆了咧叫了尾仔了囝。囝嘛无诶，无，啊，你会韩文原理，洪书小姐原理写者，韩版怎韩文么写？，嘿啊，韩版怎么写？你应该毛笔无？韩应该是，哎，我不晓写呢，老师改为一个啦。哦，不要那写韩版呢？我紧，这阮来小可代志，阮来处理就好。韩版。哎呦，哦，蛮憨的憨，咱这书拄啊甲蛮憨吼，嗯，甲颠倒饼，哦，蛮难豆饼，嘿，花语的蛮憨，你讲迄较无才情嘛？啊，咱意思是啥？憨蛮，嘿，这华语叫做
蛮憨嘛，变个个憨蛮。哦哎呦，今仔佫加学两字啊！真正袂晓写呢吼。因为以前好无教过。难了吧？哇，是，谢谢老师，感谢。今仔学到这里的憨蛮就是蛮憨，甲倒变个憨蛮。恁两讲了嘛？对啊，剩两个来，靠入去，完做对无？我讲有报的录音嘛，我讲手机会当看网络，看路，网络，网络，来，网络是网络，我讲有报的录音嘛，我讲你的歌声足迷人，卖歌声足卖人，人，水，安尼有学到物件未？有诶，没，安尼录音清明嘛，你解释一遍。就是遮会叮当，无啊则较低啊，甲遮，啊若是敢若喙唇，就是就分喙唇啊，有气，啊甲佫才有共鸣啊。安尼讲敢未通过？会啊，伊讲报就是嘴唇发音啊，啊若抱就是送气啊，送气，啊若无就这内底才会就定共鸣嘛。有人有认真听啦。有啦，我有认真听。感谢。来， A 是啥物 A 啊？我拢背起来啊。慢来讲嘛。哎呀，你业绩无介好呢吼。是啊，无人破病安尼嘛是好代志啊。是啊，嘛袂当安尼想，咱嘛是爱食饭啊，对啊。咱用较中稳的方向来想看卖。啊，你无看病，咱嘛是在顾筋骨啦，对不？啊，买一寡补品对不？保养啦啊，，是咱卖一寡别的营养品。哦，营养品袂歹哦，袂歹哦。这是安尼啦，你病院名声会拍出来嘛吼。啊，咱这照顾病人，好似毋照顾咱亲人共款。是啦，是啊，所以人家上一边啊，视病犹亲。哦，即讲亲人共款嘛，咱就服务好，甲病人照顾好，是自然，毋是讲生理好歹的问题，自然人会为遮来。不管是破病艰苦，还是要保养，拢会来嘛。对我希望咱大家认真拍拼，有一天咱去大病院，安尼好无？好，安尼拍拼，较骨力嘞。丁小姐，啊，小奈吼，安那我是邢小姐，啊？我是邢小姐。你邢小姐，反正我记唔对，邢小姐你好。安那你呢？医生，我感觉我腹肚无爽快。无爽快，哎呦，这素兰小姐，你是安怎？你嘛是大概？啊是。我昨做一个面盲，梦中有一只牛咧食草。牛食草，啊，我知，哦，我学过解梦吼，啊，以前咧讲啦吼，恭喜吼，迄牛咧食草吼，表示讲吼安宁吼，加富裕，吼，安尼表示你赚大钱，我安尼哦。赞。我话还袂讲话，你在插话哦。啊是我病人，你病人啊？你有甲尊重无？好的，我甲你解释一下，阮这阿阮医师吼，伊这解梦毛基减有学安尼啦。无啦，一定帮你解释一下哦。迄我是吼，平常是有一款的吼兴趣啦吼，啊，但是吼，我嘛是对家己的专业吼，嘛是吼。若无叫你开嘴，你搁讲话，就叫你出去。你这个臭啥货啊？我敢有叫你讲话？慢想，解梦迄代志咱甲放好袂记啊吼。啊，今仔我感觉今仔继续艰苦安尼，佫煞些呢。我拄则梦讲到一半，你就插话啊！有。其实哦，我梦到迄只牛是我，我梦到我家己变做牛咧食草。这无代志，这民梦真正这无啥物嘛。啊，毋过彭医师，啊，我真心了，洗面的时阵，我发现我嘴内底拢是草的味啦。你无可能，这绝对你是想者无可能，啥物免玩到这无代志啦。毋是啦，姑娘，彭医师，你听我解说啦。喂，因为我困的时阵吼，暗时仔困拢爱除草树啊啦。哦，啊，毋过今仔精神的时阵吼，我觉阮兜迄块草树啊吼，欠一角。欠一角，欠一角。哦，那安尼就要小可烦恼一下啊。哦，这款的可能有较严重小可哦。不
我是感觉吼，你唔免伤烦恼啦。你看迄一只牛吼，平均一工会食10斤的草，啊，毋是生甲遮粗养着。哎呦呀，你袂当安尼讲啦，牛死的胃啊，所以食较济草嘛，法度消化啊。你是无啦，即摆的人哦，拢无咧食肉，啊，拢食草啦。非得安尼嘛，可能会较好啊，吼，袂互身躯造成足侪负担嘛，吼。对，我是感觉吼，你拢唔对啊吼。这牛吼是吼食迄个春天的草，吼啊这草树啊吼，这是加工过的，迄食加工的物件吼对人体较无好嘛，对无？你是咧这吼咱来食自然的物件嘛，对无？吼。不是这意思，意思嘛，其实是你够你，都是食天然的草，食到现在臃肿的心。你来，阿弥陀佛。你来看会出来。我跟你讲，我是来看病的呢，唔是咧听你讲遐有戏啥好无？是啊，恁两个嘛差不多咧。慢起，病人咧，搁伫遮，你莫都安尼开讲啊，那个你素兰小姐安尼歹势吼，因为伊拢嘛个听，啊，你即摆来我安排你去抽一个会，做一个全身躯的检查，安尼后礼拜再搁等来看报告，安尼好无？好啦，好安尼，好做安尼。恁有看到无？哇！要做医生哪有遐简单啊？恁都要加加学挂。医生除了爱看病以外，还佫注重这个病人的这情绪问题，事业当用个临危不乱。对，知唔知？加减少学一下，吼。实在是足钦佩你。叫后壁迄病人。好，来后一位来请吼，来请坐，这种偏医师。哎呦！啊，这啊，撇脚啊，好啊，真久无看，我你真一届来看，真个你叫我啥？撇脚。我是素兰。那有可能素兰拄则在看刷你去抽个检查安尼。我迄个是撇脚啊。啊？抽血迄是撇药。你无看电视吼？阮两个已经变面啊啦。避免。哦，我知你两个交往。因两去 Facebook 啦。Facebook 啦。哦，我知道画面呐，画面呐。伊拄啊，迄个有好笑呢。恁两个换过安尼。好啦，我唔管你是迄个素兰，还是撇脚拢好。哈！你遮久遮年来，你免去拖遮久遮来嘛？你讲你想要有较好的身材，迄毋是讲来看一撮都我都做甲够嘛？对啦，虽然讲阮偏医师哦是 pro 的，按讲你嘛较骨力的啊，这是长期的战争嘛。对啊。迄支是新来德国的。会讲你哦？德国啦，你甲我过来。这是啉医说完就啊，我迄出的时阵你是看过，你一个样你这，一个样你紧转来啦！好啦，迄个，唔管你是素人，还是迄个撇脚吼，卖遮尔歹吼。伊即摆是咧甲你提醒讲啊，你经营安怎有照阮讲的咧做无安尼啦？有啊，拢有照你讲的做啊，啊早暗嘛有量体重啊。安尼真好啊！我之前就讲过嘛，爱想要控制家己的身材，迄体重爱特别注意，爱先管到体重的变化开始，对不对？有早晚早暗拢有咧量，啊就是。啊，真正有咧牛舌嘛？是啊，甲顶一摆看起来，你啊，你顶一摆看20年前啊？哦，无吼，我甲你讲，你即摆看起来差不多5-6公斤咯吼。你也照平叔安尼讲吼，应该是无可能安尼啦吼。我是感觉吼。你连讲完，你甲我过来。哎，这边。我是茶叶蛋。赶快落来。茶叶。你这粒羊尾吼无遐白。你意见哪遮多啊？你哪知影5公斤啊？你是牛过哦？啊，这边甲我称一下啊！歹势啦！你，赶快去迄边徛落。我去迄边徛。过来啦，紧来啦！别个讲话啊！哪会拢袂使？安怎你心情是无好笑啦？心情无好你会安怎啦？我讲到我，咱应该小一个，啉一个。啉一个。
是毋是歹来啉一个啊？毋是。啉酒哦，哎呦，唔通啦！所以你是毋是莫着啉烧酒？你若烧酒搁啉落伊会继续大哭，我跟你讲啊！啊，看伊大家拢有咧啉的，无，你等下聊。来，恁进前，咱甲迄个交代，恁搁甲讲一摆来。哦，爱注意的代志。对，像我吼，平常时吼，因为我较爱食，对吧？我讲爱，我拢爱逼家己爱运动啊，对吧？我逐工拢有运动，哦，我拢徛。徛咧坐公车，徛咧坐捷运，啊，捷运落来搁行10分钟到公司，啊，毋是规工拢有运动。哦，你本来是要讲徛，我都别讲徛咧，对对。我本来是讲要徛 U bike。其实除了运动以外，我感觉爱加啉个水啦。加啉个水哦，咱身体新陈代谢，新陈代谢会较好啦，嘿。啉较侪水哦，较袂闭结。对啊，啊人嘛较袂大哭，较健康啦，对啦。你一定拢无闭结对无？对，我问你哪知？再像安德哥，一支大底安尼。对。你来讲遐济啊？有啊，水有咧啉啊。透早啉咖啡，下晡啉茶，暗时啉酒，是倒位无咧啉遮济水？哎呦，你嘛较拜托。白滚水你讲的是白滚水，你啉一个遐饮料啦，搁糖糖的啦，你袂散袂落来啦，不过会搁较大苦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，你千万唔通食迄甜的，迄甜的物件吼，迄热量都足悬，你知无？对，甜的咸酥鸡啊，吼，迄什么薯条拢卖食啦，无食无食。饭啦，吼，爱是迄米粉啦，早顿无食，饭无食，面无食，啊拢无食，炸鸡也无食，薯条也无食，我跟你食火锅2顿嘛呢。就甲你讲，你爱运动爱啉水吼，迄油咸较莫食咧，你拢无咧食火锅咯，无怪你拢袂瘦。好，恁讲足多，啊拢讲也无讲到什么重点嘛，我爱食啥，敢有差？你拄仔讲唔通食，我也无食，叫我啉的我也拢啉啊，喙伫我身躯顶，我爱食啥就食啥啊，你这意见拢无效啊。你搁走，你无讲意见，你搁走。你实在有讲好你好好讲啊！爱讲你来看医生，我是为着你好。再甲你讲啊，你莫食，你可能唔通啉。甲你讲，你搁遮尔啊歹。搁要一杯哦。好啊，我怪你拢无变真，我愈来愈大苦。看到你，我实在感觉蒙阿波放炮。好，第二句俗语，请了。好来，咱进前甲交代，你搁甲讲一摆。好，像我问你，我你讲运动运动啦，运动。我溜啦。对来加啉个水啦，啉水这咖啡茶酒了你们啦。哦，迄唔。咸酥鸡啦，饭啦，拢卖食，迄汤拢卖食啦。我无食啦，食火锅啦。哦，你食火锅上该食咱的啊，你唔食火锅。啊，你讲规波拢无好，徛起来，行，你头先行。医生是可以甲你讲，啊，你大细声无叫阮讲安尼做，你家己要食你的，啉你的，啊，你大块要怪阮。会快转啊！我看你这真正是蒙阿波饮大水，拍过来。哎，这个戏剧演煞，大家听到2句俗语。我拢伫蒙阿波呢。好，蒙阿波有关系。你讲你不管是撇脚也好，还是素人也好，来看病，毕竟无咧听医生的交代，无咧听是因为伊讲除我，我要食啥阮兜的代志意思，所以伊袂散。所以第一句叫做蒙阿波放炮，第二句叫做蒙阿波饮大水，第三句叫做蒙阿波夜加气。喂，无第三句啦。头前2句来，要蒙阿波放炮的举手。蒙阿波放炮吼。我哦，OK。我们分辨。咱做伙。咱三一个。好来。美女在中间呐。蒙阿波放炮。丁小姐，你先啊，是蒙阿波放炮，惊死人。真简单啊，对啊，因为我敢若死人尔，啊，你来放炮是惊死人啊。对啊。甲观察底放炮意思要共款，你想法是安尼？差不多。应该都安尼入来。那嘛是差死人啊。差死人，惊死人。差。所以恁这边是要蒙阿波饮大水。不过我唔知什么意思呢。
我刚刚想讲差死人惊死啊，人。无无饮大水，啊，就刚才当饮死人尔。对啊，因死人啊。那跟死人有关呢？那老师，答毋是对一个。咱放炮的时阵会足吵，对。所以也讲碰时放炮，人讲有足吵足吵。不过你若去王阿婆放炮，是专门吵到遐好兄弟啊，所以王阿婆放炮是吵死人。就正如头有讲过吼，火葬场的大鼎，火葬场的大鼎嘛是咧吵死人。啊，他碰过讲的棺材底放炮，因为咱他碰拢是啊离较远，不过你若住棺材底，迄惊死人。会惊死人，所以这小可有分一个吼。啊，王阿婆饮大水吼，因为王阿婆拢是墓，啊若饮大水，迄墓拢会湿湿。啊，湿湿甲湿吼，两个音较活，一个喙根，一个喙尖变湿，啊墓湿湿变墓，湿湿变湿墓，所以王阿婆饮大水就是湿墓。失望啊，碰医师甲你交代遮济，结果伊拢无做，啊，结果搁你。逐顿食火锅，啊，搁啉酒啉有糖的饮料，还碰医师真正有够失望，所以应该是王阿婆饮大水。哇，我有对，我有对。今日开智慧啊吼。对啊。湿风湿是湿望吼，用唔对拢无要紧，对唔对无就不想在，或者两句拢学下来，感谢拍破过来。吟诗作文真趣味。这首空园所写的《鸟头叫》，鸟头叫，我都有听人咧鸟头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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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猫头鹰吼。啊，迄不是暗公叫吗？比如暗公叫啊。嘛当叫暗公鸟，嘛有人叫孤黄。其实暗公鸟另外一种是夜鹭啦，夜鹭嘛是叫暗公鸟，啊猫头鹰嘛当叫暗公鸟。丁小姐，你先来好。来，你来试过不会念了，这就拍脸的呢。你试过嘛？我来啊。开始念嘛。啊，不嘞，我明天再练嘛。鸟头叫啊，鸟头叫，三更半暝呱呱叫。安尼都有拗喏，拄好。真的假啊？哦，过来。大目睭，乌溜溜吗？这乌吗？滑溜溜，滑溜溜。暗时亲像会发光，短短耳啊像猫咪，你会关前甲过后。所以好，较早好，小弟，哦，感谢你。鸟头，来，换咱丁小姐，丁小姐，换你。鸟头叫，你真巧。是啦，雅典娜爱你。老师，我先请教一下，安尼读个啥？伊作者可能嘛是要表示，无你希腊咱底头迄希腊吼，读起来怪怪。希腊，希腊，伊咧敢若是种罐头。嘿啊，雅典娜是啥话歌？这个应该是华语。华语啦，我想是华语。希腊雅典娜爱你。过来。卡起甲能力的智慧。哎呦，好来哦。必点手拿来。俩刷起，哎呦，拍破过来，哎呦，是哦。哎，老师，若要正经这几首诗要读好节奏吼，爱请老师来，你试过嘛？大家注意听吼。哦。鸟头叫啊，鸟头叫，三更半暝呱呱叫，大目睭滑溜溜，暗时亲像会发光，短短耳啊像猫咪，你的关情搁过后，鸟头叫，你真巧，希腊的雅典娜爱你。卡起甲伶俐的智慧，必点树那来掠山起。对啦，哎，谢谢老师，感谢吼。所以两位来宾，恁经一个来遮做一个迄个，敢若讲故事的演讲安尼无？恁两个经一个。麻烦吼，请开始。鸟头叫啊，鸟头叫，三更半暝呱呱叫，大目睭滑溜溜，暗时亲像会发光，短短耳啊像猫呢，你的关情个后，鸟头叫，你真巧，希腊希腊雅典娜爱你，卡起甲伶俐的智慧，必点像那来掠山起。谢谢，感谢大家，等于大家慢慢好。
后回请继续收看《画山画水画恁讲》。